地藏菩萨本愿经香赞，罗香炸裂，法界忘分，诸佛海会释遥闻，随处结相魂，心意恒温，诸佛现专心。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。格林菩萨记，华严第四会，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，说记赞佛。尔时格林菩萨成佛为力，遍观十方，离说上言。譬如工画师分布自彩色，希望出异象。大种无差别，大种中无色，色中无大种，亦不离大种。离有色可得，心中无彩绘，彩绘中无心。连不离有心，有彩绘可得，悲心行不住，无量难思议。实现一切色，各各不相知。比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，理由心过画，诸法成如是。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色众生，不法理不做。如心佛应念，如佛众生莲，应知佛有心，体性皆无尽。若人知心行，普照诸世间，是人即见佛，了佛真实性。心不足心，心亦不足心。离能作佛事，自在未曾有。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赞稽首本莲净心地，无尽佛种大诸尊。南方世界永香魂，香雾花魂及花雾，宝雾宝魂无所种，为常为瑞遍庄严。天人闻佛是何因？复言地藏菩萨智，三世如来当赞叹，十方菩萨共皈依。我今宿世现因缘，称扬地藏真功德。自因即现，世救众生。手中金色，展开地觉之门，掌上明珠，光列大千世界。智慧引理，吉祥分中，为阎菩提苦众生，作大证明功德主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相，
桃李天宫神通篇第一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桃李天，为妙说法。你时十方无量世界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，及大菩萨摩诃萨，皆来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另有五浊恶世，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公共众生，知可乐法，各遣使者问讯世尊，是时如来含笑，奉1,000万亿大光明魂，所谓大圆满光明魂、大慈悲光明魂、大智慧光明魂、大不济光明魂、大三昧光明魂、大吉祥光明魂、大福德光明魂、大功德光明魂、大皈依光明魂、大赞叹光明魂，奉如是等不可说光明魂意，摇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单波罗蜜音、四波罗蜜音、禅体波罗蜜音、比利亚波罗蜜音、闪波罗蜜音、不济波罗蜜音、慈悲音、喜舍音、解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殊诸效音、大殊诸效音、分类音、大分类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义，三途世界及他方国土，由无量亿天龙鬼神，亦集到桃李天宫。所谓四天王天、桃李天、苏焰摩天、道术道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幻众天、幻夫天、大幻天、小公天、无量公天、公音天、小净天、无量净天、偏净天、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功孤天、无相天、无幻天、无力天、显见天、显现天、摄究竟天、摩希修罗天，乃至非想非想处天，一切天将、良将、鬼神等将，悉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途世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树神、山神、地神、传德神、妙假神、咒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，皆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部世界诸大鬼王，所谓恶目鬼王、淡血鬼王、淡精气鬼王、淡胎卵鬼王、形变鬼王、孽毒鬼王、诛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爱敬鬼王、如是等鬼王，皆来集会。尔时释迦牟尼佛故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，入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，出世界他世界，出国土他国土，如是今来集会到桃李天者，入地所有。文殊师利别佛言：世尊，若以我神力千劫七度
不能得知。不过文殊师利，我以佛眼观过，又不尽数。此皆是地藏菩萨9万劫来以道、当道、未道，以成就、当成就、未成就。文殊师利别复言：世尊，我以过去9修善根，正无碍地，闻佛所言，即当信受。效果成文，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，虽闻如来诚实之语，必怀疑惑，摄取定受，未免兴谤。唯愿世尊讲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，立何愿，而令成就不思议事。不过文殊师利，譬如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丛林、稻麻植尾、山石迷林，一物一树，作一恒河，一恒河沙，一沙之界，一界之内，一顶一劫，一劫之内，所结定数真常为劫。地藏菩萨正实地高位以来，千倍都有上路，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，文殊师利，处菩萨威神誓愿，不可思议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菩萨名利，或赞叹，或瞻礼，或称名，或供养，乃至彩绘刻录塑擦形象，是人当地必犯生有33天，应不对恶道。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有过去9万不可说劫前，身为大中家主，时世有佛，何或师子混性，故作万行如来，使中家主见佛上好，千福庄严，因闻彼佛作何行愿，而得此相，使师子混性，故作万行如来，故中家主欲证此心，当施9万，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文殊师利使中家主因发愿言：我今尽未来世，不可计劫，为是罪苦六道众生，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令我自身方成佛道。伊是有比佛前历史大愿，如今10000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，尚为菩萨，又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，何或